两位维吾尔商人，43岁的肉孜阿吉·哈米杜勒和37岁的买麦提·哈米杜勒，因投资土耳其而被中国当局监禁。他们曾在安卡拉的克孜勒贾哈马姆市建立了一个医疗中心。2017年，哈米杜勒兄弟通过另一个东突厥斯坦商业伙伴的合作，开始在克孜勒贾哈马姆市建立一个保健中心。消息传来后，中国政府逮捕了2名商人，并将他们送往营地。2名商人已入狱2年以上。被捕商人的弟弟奥马尔·哈米杜勒说：“中国不希望经济状况良好的维吾尔人到国外投资。”他说：“我听说我的大哥被判处25年监禁，我不知道我二哥被判刑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他们家人的下落。”阿尔巴尼亚教授和记者奥里斯·贾兹赫因揭露中国集中营的存在而被解雇。据报道，阿尔巴尼亚的一所大学取消了和贾兹赫签署的合同。加拿大籍阿尔巴尼亚教授兼记者在结束中国官方安排的新疆采访之旅后，发出大量采访视频及录制评论视频，借东突厥斯坦确有大量集中营存在。他指难以想象21世纪还有中共这样的政权。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利用其在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力向他所在的大学施加压力。在华盛顿进行北约议会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团提出了东突厥斯坦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土耳其代表团成员好党议员齐宁斯利提出了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迫害，并说北约应对这一人类问题做出回应。他在推特账户上发表态说，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会议的最后一天，我提起了中国的侵犯人权，数十年来针对维吾尔人的酷刑和屠杀。我表示，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北约应该应对这一人类灾难。在美国可能即将在几天之内对中国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美中两国已经十分接近达成备受瞩目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当天上午的一则推文中说，十分接近与中国的重大协议，他们要达成这一协议，我们也如此。美国谈判代表提出，美国将把对价值约36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以征关税减少最多达50%，并且取消定于在12月15日加征新一轮关税的计划。美国国会通过2份决议，同意对博罗德海北溪2号线输气管道进行制裁。这一做法在德国政界和经济界引起不满，被认为是一种威胁手段。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欧洲的能源政策将由欧洲来决定，而不是美国。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都已表态反对美国要实施境外制裁的诉求。美国政界批评北溪项目将加大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维吾尔世界代表大会在欧洲联盟的中心布鲁塞尔举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上周，世界维吾尔大会在布鲁塞尔进行了维吾尔青年培训，并召开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6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同时，欧洲议会举行了有关中国器官交易的会议。